沙多，有报喜有报喜。今日这个第二节我讲阿毛这菩萨对这个南传的假释。头前我未实讲今日的，我要会唔到，因为顶礼拜我过听我讲，有当时就真正来咯，就我要讲安尼，这技术坏咗安尼，上个咧三马瓦地讲，人每看，你爱好这个计划，你惊无？唔系这边爱的，所以我听到哎呦，这句唔对，安尼虾米说？会记无顶礼拜我有讲，这个佛要离开世间的点声，这个准的请佛去食咧买断，咱咧有一项的产品是伊叫做山，这个啥山猪肉安怎去做？咱佛有看到，今日我食这顿是买断，咱伊有讲准的，你若是要学，即安尼一项，你摕来的，逐项你互我回想食。特别佛一项，伊见一个山猪肉的咧，佛一项唔通互我回想食，会使举互我食。我要讲唔通互人食，我讲唔通互我食，无影伊要摕来食。伊知讲一个买断了，伊食咧物件，食咧物件，有个人讲是无正少。啊！无话讲 food poisoning， 在我听伊毋是 food poisoning， 因为虾米说啊？佛在讲佛一顿是买断，这佛在讲买断，红光本在讲买断，拢种的红光吐死到下物件啦，我要到保死，我要到保死，佛一项物件，无正少是写讲过头一项，过头日。我不大讲啊，无一个人也是红光照咧物件会化会消化 ，except 一个三马三不大上到我呢，所以这边我讲人家咧头一地，讲伊讲会使好摕来分互我食，特别回想，我回想到底你毋通好食，了剩的毋通互半人食，一个空深，大毋通互因为禽兽食着。所以这个是假咧一项人，会记我要互你人过会记。顶礼拜我讲啊，无安尼用伊一个人要来做要来受这个菩萨行，对这个南传，有个人无明白讲这南传用啦，真正用，无用。你看，伊想讲要做佛，伊想9个阿千只脚，甲100千大脚。咱阿得想到热了，伊敢有力了，敢讲出来，个就要有那渐甲人讲，反正我想我会要做佛，反正我想我要做佛，个就要讲个7个阿千只脚，那100千大脚。咱买来那受苦这个16个阿千只脚了后，伊马路才叫讲，假要办你那当然马路伊心靠，咱一出的香菇会行动出来，伊佛教的点声，伊跪落一个佛叫做人定佛，跪落人定佛了的时，佛教的点声，伊有了一个8项的一个叫做8项的 condition 这条件，马路伊才会使跪落，伊就要出世是做人，做大波，查某袂下这个菩萨愿。伊佛一日若是爱啊，伊会生4个罗汉，伊若是请佛经，伊会谈4个罗汉，特别伊放迄个这个4个罗汉，伊要来做三马三不达、三藐三菩提。第4项，伊拄着人定佛本身面对面，袂使讲拄着一个佛心，然后到落一个暗的佛心跪落，袂使。这第4项，第5项，伊就要出家人，还是做回向，还是叫做圣人 etc。第6项，伊就要有了行动力，5项的行动力。那么顶礼拜我有讲，这个行动力叫阿炳呀是6项，特别这个人啊就要有5项，这个5项就是叫做世间在内的行动力。第6个行动力叫做达玛阿炳呀，这达玛阿炳呀就是啥物啊？
一个人坐仙，甲伊看着，啥讲伊会看着下面是立团，一个头一道伊看着是叫做一个罗汉。若是第二道一个坐仙，伊看着第二道伊就二个罗汉，第三道是三个罗汉，第四道伊就到甲第四道，达人知了，无了，一道死了，无来出世了，所以伊就要有了一个五行的这阿边呀哦行动力，但咱这个五行是世间再来个，mundane，那第六个就是叫 supramundane。supramundane 伊袂谈，谈啊！路人若是拼坐仙，还是啥坐仙暗伫家，是某某伫家。你看，这甲了这个是我人即拼，那就是希望讲要谈到这 supramundane consciousness 跳出这个世间。第七项，有这个伊个心啊，真正坚，真正使用佛。上摆若是佛一日呐，若是一个人敢暗害佛，伊敢出来用伊生命来救佛。伊无惊死，咱第八项来记。我顶礼拜我讲，一个人伊要来跪落的点声，伊要系一个菩萨愿的事啊，伊就要知讲啊，若是讲行规个世界，拢总是一个火炭热，伊本甘愿要行；，啊是讲规个涂骹是啊了是多尖，伊本无惊死，伊本敢行。咱若是讲规个这个世界，甲了一个山顶生市的。了，佫有只滴，伊本敢行，按伊个来看，佢一日伊来想，若是要修这个菩萨愿呢，我就要来受苦大啲无间地狱4个阿清基劫，甲100千大劫，伊本甘愿要来担着受这个苦。到有了安尼心，就是叫做伊有了这个8个叫做condition， 伊马路只会使讲下愿，按伊个点声就是安尼拄着认定佛。这个8项拢总伊照教，安尼伊跪落。佛世尊，把日我本要成佛上加路，安尼你看咱的佛就安尼讲，好，4阿千几劫过了后，你成佛，安你名下面特别讲出来，名下面名个达玛布达，你大道地主持，二道地主持，第三道地主持，你啲高路的回向主持，你二个大二个是起码。第二个你讲是有巴拉瓦啦，拢总要讲出你阿爸出你阿妈出，拢总爱讲。人上摆地当 ，and then 未来佛用花白，他们说白顶礼拜我讲，即个我过讲淡薄，因为即几条是真正要紧，都人想好，28项，你可以再讲，无一个人会成佛，若是无行这个8正道。无一个人会跳出苦海，像讲我人安尼做回向，毋是讲爱希望要做佛，我人是爱成了谈了啥1个、2个、3个、4个了跳出，本事就要对这个8正道，必这佛本事上，本事就对这8正道，所以有个人捌教，我捌听有回向讲，互人听讲8正道是小乘的经，不知10句讲，你看45年讲啊，头一个经伊讲8正道的经，最后尾到8正道的经，到底当几十项伊讲，甲了是8正道，那是无8正道人未跳出，三不道本未跳出，这节目本未跳出，啥话噶？这回向本未跳出，要落来听见我讲，伊啲修安尼完了啊，伊跪落地当。前边有一个查某，是 Brahmin 的查某，听到伊修安尼愿的啦，这查某跪落去，安伊讨一个愿。佛世尊，这个人若是伫受这菩萨道的苦，佛教的点声达是我是要做业某，要来斗打苦甲伊平。安这个查某是Sumitra Devi。所以你看，达的佛有拄着一个妹就是讲伊partner。所以你人成红车是虾米啊？妹要来烧斗打家庭，唔通讲甜的时斗打，苦的时你做你去，我做我去，平就来斗打。所以你人本是像个菩萨安尼，平斗打，苦的时你苦劝我苦劝你，但是笑的时你笑我笑，安尼才有甜。
所以达达人，你看，一人要收一个苦，本有一个人来下一个愿，我要做伊个刀卡手的人。成菩萨有三好款的人，爱讨下一个菩萨愿。对我人南传呢，头一项啊，有一好款的人啊，伊地位另外较济人，伊做虾米物件，伊较有压解的，人讲较有压解的人。然伊只好，若是讲伊下安尼款的愿，伊个菩萨的尖声较低，所以咱的这个释迦牟尼佛也是五达玛佛，伊是只好款的人，伊就下这菩萨愿，这个认定佛就讲，死个阿清基劫了，100千大劫了后，你成佛，按这个个是第一名，个就好款的人啊，伊对心力真正强，伊。人讲地位较少，你看查某本真正济安尼款啊，心过头心无地位，特别伊个心力过头强，做有诶查甫也是无听做有诶查某讲，我白日要做菩萨，要做菩萨，伊白日就要出世做查甫，做查甫了白日要拄着佛，若是他那查甫要拄，伊本来渐渐下安尼愿，伊较快成。特别这个有心力的人，伊若是讲要来受这菩萨愿，伊就要受这苦，第个阿千基劫甲100千大劫，他妈的死他那白，这个就是讲人有心力，所以真正济他那有心力的人，真正济你看听经直直兴，人听了有路，人直直爱对，你看有时你看我几来。有一日一个早起，一个查某安尼点无点，食到真正老了70几岁，点无点早起来，万地我要感谢咯。我看这查某我都无虾米办，咱你看，我讲安弟虾米事袂点无点你感谢我，万地我查甫人点无点听着咧经一遍是甲了做一下。变甲真正好，古时我真正歹命，伊自己甲骂，早起骂嘅，暗骂，他那一听了无像，所以你看这物件，那是心力，伊这个人大波啊，伊有心力嘅，听着真老道了，已经行了出了，所以你看这心力的人是真正济他那点声，那是安尼款的人来讲下愿，伊是就会受这个菩萨的苦。8千基劫甲100千大劫，个就好款的人啊！伊唔是讲心力，伊唔是讲地位真正强，伊唔是讲心力济，伊是土死的人。安尼这有就好款的人不有啊？若是讲人伫大读册啊，人有的人啊读册啦，伊读几下来，伊掂咧册马仔去过大小，有的人啊。土司塔，只咁咩放西本塔，10本塔，虾米本塔，伊本谈巴，特别伊就拼到巴士，这个是叫做骨力济人。所以骨力济人，因为伊地位较输，因为伊心力本较输，伊要受这菩萨愿的苦，16个阿千基劫甲100千大劫，伊甘愿受赢，甘愿受苦。咱的这释迦牟尼佛啦，伊伫做咧苏美达点声，伊拄着认定佛，伊下愿了，伊拄着这个伊来受苦4个阿千基劫，但咱4个阿千基劫嘛，你要叫我讲啊，写起来啊，我写你看，安怎写？4空140了嘅空，下虾米？唔是年哦，大劫哦。安尼久你看，你人收到这个4阿千基劫，伊拄着24仙佛呢。你看，安尼这大劫，把你才有出4仙的佛，所以你要看无？是几百million大劫无佛来，所以你要想完，若是伊拄着24仙佛，真正侪人讲哦。古时就借佛来24仙，这句话本唔对，未使讲24仙佛，24仙的后面呢过了呢，较早的时呢，较早的时本是有出佛，就借佛经的在来讲，
As many Buddhas, Sammasambuddhas, as there are saints in the river Ganges, hình hồ căng ấy xóa anh ấy chế hút lại chút xí了。anh hút cho ấy chăm xem lúc bên u qua bên u, không phải là做鬼啊，是什么啦？无听到一般人做炸鸡，还是做糖，还是洗糖啊，不唔对。无听到我无到底无眼地嘅，安尼只受苦，起来个路，起来个路。所以你看，好是真正济啊，特别咱啲真教咱买个请。睇下我要讲个人听，你看伊是修菩萨愿的苦啊，我要互你人知，你人去啲西龙湾，啲 shrine room 你入去。多手边，你边啊，一身一身的，你行伫多手入去头先，你看到一个佛徛起来，一个人倒直直举手伫跪，嗰个就是苏美达，拄着认定佛的下愿。And 第二个，嗰是别个佛，第二个佛就是叫甘达那的佛，甘达那的佛啊，你看佛教是。本是一个，第三个佛孟加拉佛，第四苏曼那佛，利瓦达的佛，两种的佛一拄着，但人一直修这菩萨愿24个佛，特的佛一拄着。特别你看咧，多手边你直直行来甲正手边，最后尾到一个是叫做加沙巴佛，加沙巴佛就是啥物啊？咱睇那佛是个大马佛，较早一个佛是加沙巴佛，加沙巴佛了，八就应该就要下伊了。我大马佛了，我大马佛了，把这个要来出事，过个一个佛，直直来，直直来。所以他那我要讲淡薄一个叫做World Cycle 劫是6号空的劫。会记我当晚我讲啊，你看一个时空，安尼坐到把你才有24善佛，咱会使讲啊。millions and millions of 这个大劫无半个佛来，无半个佛来，无一个人会听到佛经，无当听到佛经。所以这个就是叫孙亚达教法，各爽的教法，空的教法，达人注意甲戆尖了伫这苦海，拢总伫乱做，无一个人会跳出。第二款呢，就是叫做沙拉加巴，这个大劫爱出一善佛，迄个就点声，迄个佛来讲经救真啊济人。特别有个大劫，有一个大劫会出两个佛，特别两个佛无组织会出，伊是出了一个佛，了这主佛，这个佛经失败了无了过一善佛来了个无了这主佛才着烧。所以这个就是叫曼达加巴，这曼达加巴就是讲，这个大劫真就有两个佛来，嗰一个瓦拉加巴，这个瓦拉加巴就是一个大劫会出了3善佛，本无3个做一个来了去，了主佛失败黑暗，了个一个来，了去个黑暗，了再个来3个，嗰一个是叫做沙拉曼达加巴，这就是讲啊，这个大劫会出4善佛。看啊，咱这个大劫啊，是第一大的菜气，未搁较菜气过摊啊。你摊啊，咱大这个叫做大劫是叫巴达加巴，5仙的佛要来，再去找嗰一个大劫6仙无了。今日咱买找这个机会来，有影训练甲300来跳出苦海，咱正是大戆大的人，就要拼。所以咱的这个，他那这叫做巴达加巴啊，他那我要讲淡薄，头一个啊，这个主妇醒起来，这无做姑娘啦，老叫人会会受40千年的事，这个佛也到甲古山道来出世来传经，佛教为人真正庄严，会受安尼长人12卡基跟12卡基脑春关。你人看下去看，内人的管较低个淡薄。第二个佛来这甲古山道来讲经的点声，为了人甲古山道离开世间了，人直直恶了，
然一直跌个尾来存30千年呐，过一个佛来，个那个嘛那个布达，佛教的人会是，人较无虾米清气了，人把你只9骹机，你人知你人就坐几骹机无？我想你人加减知，加沙巴，个第3佛是加沙巴佛，佛教的点声人会是20千年，人是6骹机2寸安尼。他那咱个大马佛会是存100呢，第一关就这5骹机6寸安尼呢，5 feet 6 more or less average。他那就是讲啊，这个咱的这个佛啦，伊after that过了，伊经就是失败了的时。人是一只地命，你看佛的尖声甲他那就无相了。佛的尖声120，有一个会上只就160岁。他那你要叫讲啊，阿伯你几岁？75岁，够当了啊！所以我本无久要死了啦。他那就68了，上加牛只啥物啊？8年啦，就要死啊！唔知有观察本无？所以你看人是一地命。咱都听我有讲5条的，这个经16个梦的，人直恶了回受直跌，个加5400几年，人存50岁呢，你若是60岁，阿妹个无死过啊，60岁个无死，他那60岁人讲，安怎安尼快就死，白日的死啊，这佛经无的事啊，60岁个无死过啊，50岁。个无通 break 啊，未通 break 啊，个直落个尾来存10岁，10某囡仔5岁就要教完了，无当4岁几就要找 boyfriend 了，惨哦！一个了，你通听这16个梦，安怎来知就失败？不得讲头一项囝不好，人看他那人，我每10个讲你摆跪咧，爸母讲我唔捌啦，小人去跪爸母做虾米？我点声把你无几10年啦，我就跪哦，阿公。恭喜阿妈，恭喜把你红包来，他那无 Happy New Year 红包感，无了无相了，所以就看这个啊，直失败了。他那我讲阿爸这个菩萨了，他那无要紧，他那我讲阿爸这个咱的个大马佛，的佛，伊也未成佛的点声，伊来出世最后尾到人。像咱这个个大马佛，伊来出世是达道太子，伊大的所在是真正爽，3个阿摩楼大间，actually 袂使叫阿摩楼，伊叫 palace， 王宫3个，热天一个，落雨天一个 ，and then 若是讲热天落雨天，若是讲上寒的天，伊本一个3个 palace。越乐越快乐啊！越王宫，看了是请水缘投的人，少年人无干路财，看了就要水，拢种啊！伊讲伫落雨天的点声，伊甲他大楼顶啊，4月日无落来涂骹，会跌涂骹，因为虾米说？顶面就安尼流热，安怎有通落来？无机会通落来。Always enjoying music。拢种的查某水伫度音乐，因为虾米事业只听就讲，把这外囝会出家，都用安尼路直声北起的囝，毋是咱的这个大马佛，达的佛有了这个3个白咧3个王宫，咱这个六根的享受常安尼真正咧，到安尼样了啊，要安怎超出苦海？特别你知无？因为伊个原色情形家己浮起来，这个情形就是虾米？伊看到虾米啊？伊看到老病死，会记无？伊出来王宫去巡了看到一个老人，因为伊用伊城内那边毋捌看到一个老人，伊看到一个老人举东甲离行，伊问伊白咯，虾米物件来？我看人毋正人，伊讲这个是老人，虾米是叫做老人，达人。是安尼，教个少年过了变老，哈！我本就变老，我某本就变老，安尼伊人就会心起来。第2项伊看着破病，
第三项伊看到人死，伊看到人哭，伊看到一个咱逐个看咱都无想，逐去观察过即个咯，有个人看好来抄起去，要不无伊看到无来想，伊想，哎呀，逐人就安尼啊，伊看伊无，哎哟，我无安尼好，如安尼水，本是就安尼直直流，感动着伊心，最后尾到伊看到回想。祭神，这个是啥物啊？红光出现来看，可以会记，你会愿，你他那是安尼，你他那就要来找一条路，你回想祭神怎么样？你要找路，要脱离生老病死，唔通来生，唔通来老，唔通来破病，唔通来死，这个个是四项的课。佢要讲起来，个真正济课，你听下别项再来讲。所以你看，你活。行着就要看着这个四项，咱再拉着一心，拉了佫袂行了无，佫暗忽自己要抱生囝，了生囝了人来跪了讲啊，太祖啊，你抱生囝生后生啊，我想咱听着哈哈哈哈笑，特别一听着啥物啊，就听着呢，我抱生囝。拉呼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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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啥物啊？假来了咯，假来了咯！他那晚有讲假啊！我有生，我无生囝，饮死来了！这里是假来啊！所以看着无生囝，囝，逐个活就要看着安尼样。看着了感动着一心，感动着一心，就行着就要有一念物件杀伊出，杀伊出就是伊囝来出世，然后佛教的时，佛一名啊，伊离开家庭了，离开家庭，佛教怎么个still都叫伊菩萨，你袂使叫伊佛个，伊也袂个，也袂成，伊大啲菩提树成了，谈着感悟，佛教把你再叫伊佛，个这做是达到太祖，still个是叫做菩萨个。你去找啥物物件？伊来离开个某，离开个囝，离开个家，离开个妈，伊个家庭，伊个王强拢总，你找啥物物件？因为人逐人大伫世间，逐人个脚有10条个链，数条袂走，大伫即个六道轮回袂走。即个若是伊要找啊，安怎要搞断即个10条个即个？铁链伫北咱伫即个六道轮回，即个10项是啥物？头一项就是啥物啊？头一项人真正迷信，第二项我见我，第三项因为心对佛法正未知。你人听经，你人看了听了，有影会感动着心知，我still讲无知。Especially young people 啦，按照水诶，未知安尼啥物事，他那belum try belum tahu，就是一个水诶人道诶后生，伊听经哦，伊做啥物叫做youth section，伊做头哦，伊真正在福建也在，去新加坡去食头路，上边一个air hostess真正水行路，佮又来佮又去，但你看。如果我爱你啦，我爱你啦，你爱我，你就入我教啦，我是 Christian 啦，那要付钱本掂就够啊了，无在，安怎要在不得讲，谈到一个路行就在了，佢教的是无人会，安怎水的查某要来对伊袂了，所以这个10条3条，那是这个3项啊，那是人坐先甲看到。虾米是立团头一道，这个3条的铁链加断了。心佛法正，我见我，按这个迷信无了。过7条呢？过7条是啥物啊？第4条甲第5条就是叫做六根的爱，目睭爱看水，耳爱听好听，鼻孔爱味芳芳，嘴爱嚼好。下手爱动爽爽，六根的瘾，我真瘾，我无爱看屎，我无爱看这老去食啊，我无爱看这个垃圾的物件，瘾这个瘾咧，我无爱听你人讲话粗鲁话，我无爱听，我无爱听你人讲无大无细话，
偏康我无爱比赛，我无爱食无好的物件，这个拢种爱甲认。第二因果，伊伤着伊较无力。第三个咩？第三个罗汉，第二个罗汉，伊这个肉紧的爱，甲肉紧的认，较无力了。你人只个是上个，安尼你人个是不突然啦。谈到三个罗汉，这个两个肉紧的爱甲肉紧的认挂断了，所以五条线挂断，佮剩个五条。按这个五条，若是如果直直坐仙坐到3摆，你谈到4个罗汉，这个五条拢总做一个加断。按这个虾米是这5项？still 嗰啲爱出事，我爱出事啲 Brahma world 世界天 N one 啊，800,000大劫我大啲向边。第二项，我爱出事啲无世界天，无相故嘅红光大足84,000大劫。第三项，即10相，三个罗汉都有10相，所以你人有时坐仙。所以我做我坐仙，我渐笑直直来，我无爱笑物件，就直扑起来。哦，唔是你嘅事噶，三个罗汉，嗰啲有这物件，4个罗汉伊无了。第4项就是，伊係一個瑪納，伊有了一個大業個。即邊人會問，你講五件無了，安怎個有一大業？即個就是啥物啊？即個五件啊，有3樣。像个咱的水的垃圾，啲铺啲顶面的垃圾，搬金铺的垃圾，会底头埋底垃圾。所以今日你若是坐仙谈着1个罗汉，你是头埋底垃圾，会得5件无呀。搬金铺的甲铺底顶面的各有加减。所以讲话，伊个讲我的，你每看一摩托车，我的摩托车，会使叫未？哎呀，是我的一个啦，你若是要话唔通事。若是成4个罗汉，得啦，要揾就得啦，唔是了啦。所以一个人搬金铺的一个5件佫有，因为有了一个薄薄的5件啊，伊有加减的大业，特别大业无相讲安尼款的话，你斗西沙巴，你知我一句，伊唔是安尼，伊的大业是啥物啊？我谈了3个，再加了也未谈。伊有的大业有，伊栽伫内面。伊即个是叫做啊，真正有的。第5项，伊牛齿无，牛齿是无明白无了。所以这10项若是北咱啊，咱渐渐调啲生老病死。所以你看，伊若是伫修这个菩萨行的点声，你看伊安怎样，伊心安怎想。伊想啊嘛 ，himself awaken， 伊讲我要醒起来，因为虾米想啊，人啊，渐渐生老病死，真条伫这个苦海，注意个虾米，注意个世间的物件。and then 你讲啊 ，ignorance is conquered， 我要家己醒起来，想讲无注意， then 我要过这个苦海。过这个苦海，我要看成人过，我要吓人过，互人看着这个醒起来，唔通去追。所以政府警察人 cross over，I will help others to cross。过了这个苦海，我要过。大家的佛啊，伊要我嘅点声要去坐，要大家的菩萨，要我嘅点声要去成佛嘅点声。行到伊就要坐，在石里巴 cross-legged， 伊未讲伊行的时，也是伫徛的时，也是讲伫倒的时，伊成佛无。行到伊要坐 cross-legged， 人有可能叫在石里巴。and 这个位置叫 body palangka， 伊这个阿咪行动，这个行，伊 posture， 就是叫做 body palangka。and 伊人达的佛要达的菩萨要成佛，行到要去佛一达，全世界行到达的佛就要去伫佛一达，他那叫做布达嘎亚有一个菩提树的所在。and 这个所在一加斯敏耶瓦塔呢，这巴利话伊讲啊，这个所在达的佛
爱坐了爱成功，即达你菩萨要成佛的是，正少要去坐。因为迄个所在，达你佛去坐所在，要达你菩萨坐了要成佛。虾米人讲飞过迄个所在，正少未过。有当时有人讲福建再来，有人讲北岛。Not even Saka could pass over that spot. Even 天公要过迄个所在未过。所以你看，因为虾米事有人讲，因为这个 Jalapalangka of all Buddhas， 达你佛伫大海边。别个所在，这个就伊无迄个叫做无迄个无迄个 support 这个 Buddha attainment，support 就是讲啊，伊人讲无咧资格，别个所在啊，坐到落袂使，正少要成佛就要去找迄个一搭，因迄个一搭，毋是讲达过去上这个菩提树，为佛来别个树，为佛来别个树，所以这个菩提树本是无相。你看24善佛，伊拄着伊伫修着菩萨，伊考你看，有当时出世做，会记无？我逐个讲无相甲一个咱会坐北传讲，我人的菩萨是真正前期未失败。但你这边你看 ，trial and error， 阿无话讲，伊叫家己练，三摆有当时伊做错，你看。到底一个，伊伫24善佛的点声，伊捌出世做妖精妖怪。伊捌出世做一个狮，伊捌出世兔，伊捌出世真正坐枪做禽兽 ，and 伊本捌落地狱 ，and 伊本捌做天公，伊捌做转法轮神王罗道，踏入这24善佛的点声，伊捌做海龙王罗道 ，and 伊个名做海龙王的点声，伊名阿杜拉。伊人逐个拄着佛啊，伫修这菩萨行的点声，伊人逐个拄着佛，伊人佫原在佫布施个。这个布施啊，有当时伊人拄着佛的点声，伊是大富王。这个布施啊，有当时伊人拄着佛的点声，伊是大富王。Universal Monarch， 伊布施真正大布施。但有当时伊人出世做圣人。虾米本无半项，伊人布施有当时捌布施啥物？伊一个做圣人，伊用个行动力去天顶挽三蕊的花，安尼本是算大布施。因为伊人巧的人，安尼就是安尼。咱你捌出世做这个圣人，但咱这24善佛捌做圣人3道，捌做王5道。捌做这个 Brahmin 婆罗门的人7道，咱你看伊人伫布施的点声，你看伊逐个间拄着佛，伊人间布施。但咱这24善佛伊布施，你看伊较济伊号咩 ？Food and drinks， 你看苏比达的是这伊苏比达佛的点声。伊是一个人，一个 Brahmin， 伊布施啥物啊？鸟食，甲一个茶水一礼拜。安罗摩达斯，伊本布施鸟食 food 甲水。你看到咱这24善啊，干了是伫布施食较济。所以你看这个啊，布施是真正要紧对象，人要来脱离这个苦的所在。爱布施，直直布施，布施了戒了，把你才济善。所以这个若是要讲这24善佛啦，伊布施啥物，伊布施啥物，伊布施啥物啊？点声是真正长，我是想到甲这边，我是要讲这个菩萨的咧，差不多到家了。要知有当时啊，伊布施是花呢，有当时做海龙王，伊布施啥物啊？伊摕音乐来布施，摕个音乐来写 sound 的 music。伊佛讲啊听了，有个人听 music 啊，念经伊听了，伊真正好听。actually 毋是念经，伊听了 music 好听，了听了拉萨soothing。所以这边伊人本伊去做海龙王的点声，伊人本是有做那样。了，咱来倒转去啊，伊大伫日邦家老佛的点声。伊下一个愿讲，白日我要做佛，
and then 后来日本甲老虎也被碰的这个硬不落压好伊 ，and then 虎行走了，伊一条大点点，伊一条大点点做虾米？伊关虾米？我要来成虎，到底我就要安怎训练，才要来成功虎 ，and 伊关着这个10项。这个10项就是叫做10个菠萝蜜，会使叫做人品或 character， 伊就要 develop， 就要做这个10项做到300，伊真正完全无一个人会赢伊担任这个10项。像甲我讲啊，一个人伊去 university 了，伊摕10个 subject， 逐个 subject 伊定就要赚100分，伊若赚99分啊。袂使讲完全，但咱这个10项虾米啊？头一项，通天骹下无人会使保持像甲伊安尼保持，伊保持无像。这边我会叫有人去听咧1000间看，后来1000间佫是一项啦，有咧1时伊保持啦，按佛教的是咧1000间会点啥？伊完全伊保持。因为伊保持300，伊我无人甲伊讨某伊好，人甲伊讨囝伊好，你人想好好看，若是人甲你讨某，你敢好无？唔敢好，甲人相拍有啦。咱那头一项，第2项死啦，戒。所以落来过了一礼拜，我逐个礼拜我要讲一个10个菠萝蜜的经，但咱这个10个菠萝蜜的经，一项我讲，甲达保持我要吃安怎样？甲达戒伊安怎受苦？这第2个，伊戒伊守的戒，300伊甘愿死，唔敢破伊戒。我想他啦，我若是下路也一刀下路，讲好无影，你若无我要剁你死。啊啦，好啦，好无影啦，这下家了。啊，伊人无，伊人若是守着这个戒，人安怎做伊无？听到你听这个故事，这个10个菠萝蜜的故事，我想差不多30-40地诶碟。那你人若是食过你欠淡薄，捡起一个碟，后过是阮拢死了才好听，他那无好听，是阮拢话的是无好听。听死了是阿妹，这个故事安怎无叠起来？激心就是听。人逐个讲啊，你看这个历史逐个讲啊，我的时无人再讲伊好，死了是阿妹好啦，真正好啦。翁某本是上咧，某拖到半死咧，翁唔知就死了是死鬼啊！对来个食青肥，故是唔使食青肥，但翁有草本一粒2包煎咯，我食热，你看。把你只再好死了，佢叫伊啦，叫伊对来啦，你都未对来啊，今年都无你食了啊，日本全部都家己吃了，所以这个就是安尼，第2届伊人怎样，第3届会晓 let go， 会晓写。今日我走出街，我放迄架，你人唔通去四山车，人我知有一吨的人唔甘愿咯，来讲，是我咯啊，伊会像个放摆遐，个放摆所。你人若是要知，你人去别人使看看。我唔是安尼款的人，迄个是玩笑人伫讲话。let go 放迄格，那你人我无叫你人来出家，我来叫大你查甫出家，大你查某不骂我。我叫你人 let go， 人骂你 let go。了你物件有虾米物件人甲你做 let go 放，会记1000经的话，你讲啊，你所修是你所放。你所好是你早起，这个话唔是我讲，不得讲。What you hurt, you leave behind. What you give, you take along. 所以这个叫做 renunciation。renunciation 在个人的 renunciation 是唔通执着 let go。第4项还有 wisdom。这个 wisdom 是啥物啊？这听经了人会变了人就是好了。这个是浅浅的 wisdom， 特别最深的 wisdom 无像，最深的 wisdom 你看，伊会互你知讲故事你大考真也济啥淡啊，我有一个佛友伊来点无点讲，安怎我安尼，安怎我逐个念经我就爱流目油，安怎我若是听经我分要流目油，
这个是什么啊？这个是 wisdom 来，智慧来。你人听我的经，我本身会讲人，我住伫斯里兰卡靠过去，无人通讲话，无人通啥物。有时行伫爬，有哪伫行，有哪伫念一滴比索巴嘎哇阿拉行，目有地上后咧追转了呢。啥物事来好？伊毋是好，伊是落只巴黎话叫桑维嘎，你感动着了，真心啊，达人啊！真是苦，真正济会记无我讲的经，目睭翘起来啊，较济过世界的水。所以你伫坐禅，你伫清气的人啊，伊爱几粒爱流目睭。你看就是我讲一千经，有哪讲有哪好，有哪讲有哪好。未来我做伙时候是较无了，我伫做在嘅人有哪讲有哪好，我会记我住伫坐禅暗，讲了我听清楚，会伫外面分清楚啊。because 这物件伊叫做 deep unconscious mind， 你感觉着故事就是真苦。看咱你来坐禅，你来去做好啊，伊互你看着，特别毋是目睭看着，你唔爱看着，苦咯，渐渐来出事。所以这个是叫 wisdom 来，是好来。特别过头节本真正艰苦，你看若是讲我过头节咁样，有哪讲有哪好，有哪讲有哪好，讲啥物经来看伊好人呀。所以袂使安尼样，要 balance。第五项爱骨力，爱做好爱骨力。你人毋先看，要来做恶毋使骨力咧。你若要做恶，你打日啦，你去跋筊打日，你去啉酒，你毋使去朋友来找你，行来去啦，行来去啦。所以这个 really 啊，你看伊不但伊去做菩萨，你点想啊未辛苦的事。伊骨力安怎样？互我白打，互我血打，互我筋打，皮甲骨毋通打。伊坐伫树丛下咧拼，你人去上暗，你看有一条小影啊，闪甲看着骨。伊讲啊，我用手摸，我腹肚会摸着家只会听你，家只会即灵骨。我用手梳我即个毛香菇，伊毛甲了露出来。伊伫修安尼款的课，这听开我则慢慢则讲一项项。这第五项、第六项肯定，忍辱吞忍，这个是真正艰苦训练。你人想要跳出苦海，你人本就要达人这个10项爱对，特别佛，伊做菩萨，你要下三啊三不大的界的愿，伊就要做啊100分，你人毋使对到100分。50分去了，到了，80好了，人要谈 first class honors， 你人谈80mark就好，你人有大字，我嘛有大字，到了，肯定第6项爱忍辱爱吞忍，这个你看，睇下我写这个菠萝蜜的经，直直去你看，伊按照受苦，人剁骹剁手，伊一点生地都无。我想我看下去，你挽个头毛，你不命死要死我死地命。伊咧话伊夜都剁伊骹剁伊手，一点会起红本无。有当时是阿爸剁伊，阿爸爷这个剁伊骹剁伊手。第7项实在。这条实在的话，伊做佛的点声，伊唔捌讲骗；伊做菩萨的点声，伊唔捌讲骗话。真正艰苦，人做阿嬷，看怎本就骗，加减就骗，无骗囝卖听话，所以人加减就骗。特别最好唔通骗，你虾米事？你骗你囝啦，把只囝要骗你都对。你虾米事？我妈妈故事点点骗我，我他那么骗我，甲伊淡薄。所以一句唔对，是阿嬷唔对。第8项阿日他那决定心，所以把这我听一故事我都听，一条一条的故事，有时两三日才了一故事。咱阿日他那伊决定心，第9项伊的这个自卑，伊安怎自卑？第10项伊心平平有悲卡，这个有悲卡真正艰苦训练。所以伫这边我讲安尼样。所以今日我讲淡薄较早淡薄了，咱来后礼拜我才录讲故事了，隆重较赢了，我唔使听这个经。这边我搁三压互人听，我人是南传，
เลยตึงหลัง回向是叫做北傳，我人南傳呢菩薩是講一個 great man， 一個會使講真正好嘅人，伊下一個願，要來後過，要來做三藐三菩提 ，fully enlightened Buddha， 要來救眾生。北傳嘅較無相，我唔係講北傳，你人你問北傳，你人去問北傳嘅路師傅。And then 伊要做一個，伊要成，伊有當時做錯。And 你看，我前幾捌講一條經，波斯本有一日伊起航會記無？起航伊阿嫂摕伊落地去下落捌，了伊對來串嘅，伊阿嫂甲伊講。啊！世界，哎呀！我人呢是食了回向來無通保持，我人摕你物件通保持，睇下我做啊，你做啊，好無？啊！伊把你不到要伊等要做，你看伊是菩薩來，伸手落地咧回向，落到對咧落地。你假使我無甲我拖連，你就安尼強摕我物件去保持起航。and then 你看伊手安怎樣？伊講慢地。我係四隻牛騎，你唔通起航，我起走卡做熱好咯，你回想正態，咱做熱下落去了你查某就是查某下願，慢地，今日我真正歡喜保持咯，來我做好咯，好我後過出事，同因了第一水嘅查某。安那你細隻就車咗啦，聖地水無，啊你伊落下咩落去啦，我係落去後鬼那是水是我是一大波人，所以看伊貪個有，伊聖地個有，做菩薩，咱再記啦，這就是金箍沙咧，叫金箍沙，像因有啲這邊啊，你頭尾啲蓮花烏，你驗你查某嘅手，你查某是一波嚟，你唔知講是大波人啊！我每嚟知講是大波人，你蝕落去，倒落去蝕，安尼起航無水，所以你看 trial and error 無相 ，trial and error 咪突擊訓練，啊未完全誒，所以一半是咱嘅囝，一半是咱嘅大波人，一半是咱嘅查某人，但是做唔對，咱本就要做成安尼，因為咱啊未完全。伊若是咱若是做唔對，咱講 I'm sorry darling, I've done wrong, please forgive me. And then 你若是講有影訓練嘅人 ，yes dear， 你再講你唔對 ，OK forgive，OK 無好啦，唔通，他那無教幾粒教路驚好啦，後面數咪講，你無講驚，你無講來笑啊？你講，你應你未到過，我大波就講驚咩？哦，到咗一本冊講。查某袂使講驚，呢3個月無講話，最害嘅，無人害是家己害家己嘅，所以你聽話，即個10個菠蘿蜜慢我才吃一項醬，所以到這邊為止，咱回向，一當咩也只能好度，สุขิตา hontunya tayo。Idang me natinang hutu sukita hontunya tayo idang me natinang hutu sukita hontunya tayo ita wakta caamhehi sambatang punya sampadang sabe dewa sabe satta sabe buddha anumodanto sabba sampatti siddhya sadhu bhavatu sabba mangalang rakkantu sabba devata sabba buddhanubhavena sada suti bhavantu te bhavatu sabba mangalang rakkantu sabba devata sabba dhammanubhavena sada suti bhavantu te bhavatu sabba mangalang rakkantu sabba devata sabba sangkhan bhavena sada suti bhavantu te 尊傑朗中平安，做下面成功。